好，各位大家好啊！又去到Dickson Biology，今日為大家講解呢就係最後一條 essay 題目啦，就係2024年嘅第11條題目啦。咁第11條題目呢，你問翻我呢，考核個程度呢，其實落到去正常水平嘅。OK，咁當中入邊呢，其實呢同呢一個選修科 E2 有關係啦，就係碳足印嘅問題啦。OK，咁落到呢題目入邊呢，其實呢，如果你問翻我嘅話呢，其實佢都俾咗一啲相關資訊大家嘅。例如咧，佢就話碳足印係啲咩嘅？咁落到去就係我哋嘅行為啦，例如我哋所選擇嘅食物啦，所產生出嚟嘅二氧化碳啦嘅總數嘅。OK，咁當中例如佢都用啲例子讓大家掌握咩叫做碳足印嘅，即係例如每週唔吃呢個肉類，一天可以減少嗰個碳足印啦。咁當中入邊要大家討論嘅就係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係點解素食者較混合膳食，即係我哋雜食者咁嗰個嘅膳食咧，咁能夠減少嗰個人嘅碳足印啦。第二件事簡單啲嘅就係叫你去討論翻另外兩個人嘅行動可以減少嗰個碳足印嘅。OK，咁就11分。咁個做法係點樣做咧？咁樣咁首先第一樣嘢咁落到去頭嗰條問題，咁落到去間出嚟咧係6分嘅，咁平均咧大約攞1.6分度啦。OK，咁第二條題目咧，咁落到去2分啦，咁落到去兩個行動咁2分咯，咁平均即係0.96嘅。OK，即係平均1分度啦。咁3分全2分，平均其實落到去都係偏向0或者1嘅。OK，所以當中入邊咧，大家你都要留意翻清楚入邊咧嗰個嘅比分嗰個嘅位究竟係點樣樣。其實如果你睇翻呢啲咁嘅分數嘅話咧，你睇落去嘅話咧，其實考出嚟其實都未如理想。個原因就係因為咧，首先第一樣嘢，究竟喺條 essay 入邊點樣寫咧咁樣？第一，睇睇題目入邊有咩資料俾大家先。就係咧，佢有提及過呢個溫室氣體，例如 CO2 同埋 CH4。咁亦都係有講過嗰個嘅唔食肉嘅問題。咁當中入邊一日唔食肉，咁落到去減少嗰個碳足印嘅。OK，咁當中入邊嗰個 flow 其實係點咧？咁過去 past paper 有冇問過素食者？有嘅，就係其實過去最經典嘅題目咧，就係A 如果係呢個生產者嘅話，咁落到去俾草食性動物，跟住就呢個初級消費者啦，咁跟住就次級消費者，跟住就3級消費者啦。但係落到去，如果你獲取嘅能量嘅話咧，其實最好咧就係如果我當 dog 係個人嘅話咧，直接去攝食個生產者攞到嘅能量值係會多過由 A 去 B、B 去 C、C 去 D 嘅。所以其實你就可以用呢個範疇去諗嘅。首先第一樣嘢應該係從個食物鏈去作答，而當中素食者入邊個食物鏈越短嘅話，涉及到個營養級別就少啦。而當中入邊較少二氧化碳，就會喺多出嘅營養級別入邊其實會釋放出嚟嘅。所以其實個形式上，如果涉及到越長嘅食物鏈嘅話咧，咁即係簡單嚟講，排泄物啊、糞便啊、呼吸臟啊、分解啊，咁放出嚟嘅二氧化碳咧就會多。所以素食者咧喺呢個方面嘅範疇係贏嘅。而當中，當你去素食嗰時候，其實動物排出嘅二氧化碳同埋肉類引致個碳足印問題咧，而唔計算落去嘅。咁呢個 point 究竟大家知唔知嘅咧？咁 Mark Skin 話俾你聽。係就係㗎啦。OK，但係如果你俾我寫嘅話咧，我就主力咧都係會寫到咧頭嗰1點同頭嗰2點嘅。第3點比較難啲嘅。OK，咁第二件事啦，咁 CH4 啊嘛，咁落到針對 CH4 個甲烷嘅情況之下咧，咁就素食性動物、哺乳類動物啦，排放 CH4 啦，即係嚟隻牛咁去消化植物嘅物質嗰時候會排放 CH4，咁落到去就會增加混合膳食碳足印嗰個情況咯。所以如果素食者嘅話，咁落到去養少啲食少啲牛，食少啲豬，食少啲羊咁樣，咁落到去飼養就少咗，素食性嘅哺乳類動物排放二氧化碳就少咗。咁落到去其實呢一點都相對嚟講易嘅，不過主力就係其實呢一點咧，我而家熒光筆間得嘅呢一點咧，就比較難啲處理啦，得唔得 ？OK，咁第二件事啦，咁針對二氧化碳又點樣寫咧？咁梗係攞 gaseous exchange 去答啦，就係種植多啲農作物，
咁你素食者咁就會種多啲農作物啦。咁喺日間嗰時候咧，就吸二氧化碳，就會呼翻啲氧氣出嚟。咁大氣中嘅二氧化碳就會降低，就會移除咗。所以落到去，如果多啲人採用呢個嘅飲食模式嘅話咧，其實落到去成件事整體上個二氧化碳含量就會下降啦。咁所以你就會見到，當你寫 essay 嗰時候咧，記得望清楚題目入邊個資料。其實落到去咧，佢俾得呢啲資料你嘅話咧，其實就希望你沿住呢個方向去寫，就係咁諗啦。咁第二條題目就係個人行動啦。咁基本上冇乜特別啫，基本上就係吹水嘅啫。例如搭公共交通工具啊，咁落到去唔用個電器閂咗去啊，用 LED 燈啊。咁基本上整體個諗法就係減少排放，減少運輸嗰時候個釋出個二氧化碳，同埋減少燃燒化石燃料排放。咁落到去主要整體成條題目嘅分享就去到咁多啦。咁當中入邊只係想提翻你一樣嘢，做 essay 入邊嗰個技巧位究竟點樣去拿捏到？未必所有嘅 essay 你會見過晒，但係問題當你見到一條陌生嘅 essay 嗰時候，其實你就盡量用翻題目嘅資料，諗下個方向去作答去寫，咁你就會穩陣啲啦。咁希望今日嘅分享可以幫到大家手咧，去理解2024年嘅第11條 essay 入邊嘅分享啦。希望今日可以幫我打手，拜拜。